小黄公车的政策呢是市长非常大力支持的政策。那对于这个比较郊区的偏区的这个市民朋友呢，能够提供更及时、更贴心的服务。小黄公车呢是可以除了定线定班之外呢，每天固定班次之外，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预约哦。所以如果在前一天6点前打电话预约，如果你在站牌范围1公里内，还可以即门服务哦，可以到你家来接送。老人家出门就医或者是这个访友哦采买，我想欢迎大家多多来利用。很感谢交通局对于这个关田的这个小黄公车的用心哈。那在这个开通之前，其实在地方上开了2、3次的说明会，那我们也召集了地方的相关人士一起来共同来商讨路线开通。我们也有很多居民来这边来共襄盛举哈。其实对我们的居民在行政上、在就医就学上，其实都有很好的帮助。这个小黄公车的开通有足大的好处啊，因为你像早期啊，正要伊个做迄个疫苗吼。有伊的公车会用入去载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小黄公车在这3年多，每年3年多大概开通了19条，平均大概每年开通6条，这都获得到民众很大的支持跟鼓励，因为鼓励我们继续再开通。虽然中央补助前2年，第3年开始就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要自费，但是看到民众高使用率、高搭乘率、高满意度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费用这个支出就事实上有它的效果。我们也感谢议会的支持，感谢这个民众的爱用这个喜爱搭乘，也谢谢我们小黄公车业者，那帮助市府在小黄公车政策上创造多赢的这个效果。我们也愿意持续的再开通新的路线来服务这个偏乡以及山区以及海边的市民朋友们。台南市第20条小黄公车路线的开通，那服务南化，而且南化最偏远的关山里的民众，总距离单程高达70公里了这个费用是成本营运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最适合偏远地区发挥小黄公车功能的这个服务，尤其很多山路都特别狭窄，小车特别适合。你如果大巴士根本就不适合，中巴也挤不进去。那所以说我们特别开辟了这个小黄公车，让市民朋友们，尤其偏远地区的市民朋友们，有这个小客车的享受，计程车的享受，但是只有公车的收费，但是甚至是不要钱，欢迎大家来使用。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5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因目前快筛试剂也是爱排队真抢市，其中台南市政府所采购的20万剂已经陆续交货。为了鼓励长辈时代会当赶紧来注疫苗保健康，嘛提升全体覆盖率，市府上出注疫苗送快筛试剂，即推出欢迎相当的热热。政府为了鼓励大家来注疫苗，已经一人补助500块，特别呼吁65岁以上长辈较危险的族群，爱赶紧来注。不过，以台南每一天大约注3-4千人的覆盖率也是无够，所以市政府想出现在需求上行的快筛，来作为注疫苗的礼物小送，即推出欢迎相当好。那我们相信，要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大家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65岁以上的人又是 COVID-19 Omicron 的这个高致命群，或是转成中重症的危险族群，所以说他65岁以上的这个覆盖率是很重要的。偏偏我们现在每天疫苗接种的人数大概只有3-4千人，那我觉得其实要这样要拼覆盖率实在是很辛苦。那中央虽然补助了一个人补助500块钱，但是我们中的团队想出更有诱因的方式，是大家现在在快筛排队，所以说就有团队的
小编他们想说，那干脆就把我们的这个快筛拿来鼓励65岁以上的老人家他来打快筛，他来打疫苗哈，就干脆把我们这个快筛手边的快筛拿来鼓励65岁以上的老人来打疫苗所以说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发想，想不到在网络上也好，或者在民间反映上来的反应还相当好。根据市府表示，这2天长辈有来注疫苗，或是摕到注疫苗记录来领快筛，总共259位。所以嘛，提醒所有长辈或者家属，疫苗注完以后，市府得发2剂快筛试剂，伫上班时间拢会当直接到卫生所来领。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大地市场大楼经过0206地震以后重新徛起，市场委托上午伫社会局长陪同前往祝贺新厝落成。会中市长发送13号红包当作日处礼，并且勉励民众勇敢向前，将悲伤留伫过去。过去0206大地震的时阵，大致市场大楼的1楼落落。原本4层楼敢若剩3层，最后敢若当拆除顶建。期间经历过2档的都市更新，佮有2档半的顶建，伫咧109年4月的时阵完成。11号上午，台南市长黄惠铁甲社会局长陈荣之来到现场慰问，并递进祝福的红包作为入厝礼。今天很高兴哈，也是我个人的荣幸哈，因为大家经历了这段时间，0206地震哈，真的是。很这个让人家觉得不好意思哈，让大家这样子哈现在我们把这个大致市场重建起来，而且是盖高起来了哈。那这个1、2楼是超市化的市场那应该里面的硬体设备要有一些改进。那3到9楼就是住户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能够让可是有一个跟各位报告，这几年来建筑成本大幅增加，其实我们的改建也面临到很大的压力，但幸好能够及时完成。你也讲今嘛我记一个例以前咱要去活动中心，一坪10万、11万，多厉害啊！12万都签不下来落啊，今嘛15万算俗的，一坪16万、17万的拢有，咱活动中心。所以你也看刚才公共活动中心咧足简单的建筑物啊，来细角但是呢，你也看这建筑成本起价真正是足迄落的，所以当时时台积电来讲，伊讲因的工讲一礼拜做6工领7工的钱一工2000、3000一直跳，所以咱即摆都请无工材料嘛搁起所以而且咱多好，咱会让大致市场完成，我们很感谢营建单位，也很感谢我们公所还有社会局大家的努力。今天大家一起来欢庆入厝。市长感谢各界爱心合作，6档前的大地震受灾顶建的工程嘛拢陆续完成。市长勉励大家爱勇敢向前行，伫各界共同努力之下，嘛互未来更安全、更有品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伫开完国小正国人赛队的祝贺声中，台南市北区圣安宫庙埕打造正式启用，除了改造友善无障碍通行，嘛互社区的环境焕然一新。在和上午精彩启用，场面相当的热烈。原本北区圣安宫庙埕前甲巷道的地面落差80公分，互高背景甲长辈来参拜时较无方便。即摆改造工程伫中央补助支持，甲市府监务局的估算，总共开1151万兴建，将庙埕降低甲道路坐平，加上开源路183项，对原本6米拓宽到8米，互通行无障碍。10号上午落成启用典礼，市长黄伟铁嘛亲自到场，包括国旗民代、基层里长招教，甲侪乡亲拢出面见证，搭配开完国小的正果坐镇，场面相当热烈。精彩！同时掌声鼓励喝彩，祝我们新安宫明年公平，也让顺利平安，恭喜道路开通，大家新花，也让各方移民年轻，也让各方老皮。咱即摆规个整个改善了上届
明显的就是两个部分，就是咱这个原本的183项，原本说纳米的路吼，你出去拢较无方便，即改做8米，哦，大家你通行拢较方便。那另外呢，佫较无讲就是咱后壁这个庙埕吼，伊原本的落差有80公分，哦啊，所以咱一寡民众吼要来遮活动的空间吼。就去这个吼，这个庙埕关价差吼，就第一危险，啊第二吼，就切割成两个部分。啊，但是咱即马安尼了，吼，咱的庙埕就加强控管，啊提供互咱的民众，互咱乡亲好兵有一个正好的一个休闲的空间。城经广场的改造，加上对外通行的无障碍，以及周边排水一并的改善，互来到庙的信众拢相当热闹。开始变甲真无同款，毛注意柯俊雄满心感谢。黄市长上任的时阵，伊来遮朝拜，看到咱遮的即个涂骹的庙埕，甲路，安尼会使讲较近啊，佮无开辟，佮关家，所以足感谢市长的即个作为。但咱讲安尼，咱无来想办法来用像今仔安尼，咱的百姓的心来所爱，伊拢了解。为了让市民享受优质的社区环境，市府表示将继续向中央争取各种的前瞻计划，让市民有感。台湾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5月是温馨感恩的季节，台南市府办户政事务所结合大观庭树顶行政宫共同推出幸福好运的金车马，将送予办结婚登记的新人，祝福因会当赶紧生囝。台南市大观音亭主事观世音菩萨，两边背书的有关老公加祖先娘娘，是人民求主加求姻缘的好所在。平时香火就鼎盛。因此，府办户政事务所为了提升人民的生育率，特别甲大观音亭树顶行政宫来合作，推出幸福好运金蚕植，并且伫日前举行加持的仪式。非常感谢咱迄个行政宫，咱府北户政事务所会当合办这个幸福好运送金铲子的这个活动吼，就是金铲子就是赶紧生囝的这个意思啦吼。非常感谢即马就是讲吼，即马开始，迄个出示去户政事务所登记，湖北户政事务所登记的人，迄个行政宫就会送伊这个金铲子啦。希望讲送这个活动呢，互这个咱年轻的这朋友呢，欢喜结婚，欢喜来用，欢喜来生，安尼吼，来增加咱这个人口啦。非常感谢咱行政宫伊对这个社会公益的这支持啦吼。非常感谢。幸福好运金铲子就是要送予咱这个来登记结婚的这个新人吼，要祝福因吼，赶紧来生囝，吼，赶紧来生囝，吼，所以这个。幸福好运金铲子吼，真正有意义啦吼！阮感觉真正有意义，所以阮丁中因为阮长期都是伫推动这个文化伫推动这个社会公益，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公益的一个活动啦吼！所以阮非常来支持这个活动咱也希望讲吼来这个府北户政事务所来登记的这新人吼拢会当赶紧来。生因的后一代，会当顺利来成长，这是阮的寄望，也是阮的希望啦，吼。伫民政局长江宁环甲大观音亭树顶行政宫的董事长吴福春的带领，包括府北户政事务所的主任、北区区长，甲侪位民意代表，共同向大观音妈甲祖先娘娘来上香，完成加持的受证。民众只要到府北户政办理结婚登记，而且新人当中。其中一位户籍设伫北区，就用得到金蚕植，有足赶紧来生囝。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为了让大家知影如何保障家己的智慧财产权加言论自由，所谓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加白世代关怀协会特别举办研讨会，同时邀请大法官蔡明成来演讲，做伙来探讨所谓经济发展之下的产业秩序。其实最王道的做法的时候，要把它明示突出。数位浪潮席卷全球，媒体也历经时代有所变化。自媒体发声，创造对话空间，但引用的资料是否符合智慧财产权规范，让大法官蔡明成来告诉你。比如说你在网络上会有一些那个网易的那个名称的使用，那有些人他已经固有的一个人家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名称的话，你就要去把人家抢注他的 domain name 的话，那这可能就会构成侵害。那再来另外在网络上，比如说你可能见过一个网络的买卖的平台，那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进口的东西，那你进来以后可能冒用人家的名称，或者在网络上贩卖特定的产品，那也可能会侵害到商标。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与白丝带关怀协会举办的2022数位创世纪学术与实务研讨会，这回邀请大法官蔡明成来说明著作权及营业秘密等，让民众在网络上活动也能确保自身著作财产与避免侵权。即便是现在很夯的元宇宙，民众在享受网络自由言论、游戏与会议的同时，也得遵守产业秩序。因为元宇宙可能大家知道那个。它已经取代到另外像以前 FB 然后其他的一个互动模式那当然现在在发展中也不是，不晓得会以后发展什么那个程度不过只要以现在来看的话，过去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的侵权还有相关言论的保障应该一些基本理论还是可以用。我只是说对新兴的一些形态可能各位要留意说，因为在网络上大家都说虚拟的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其实虚拟这个有弊有方，其实可能人家会有一个循线去查明那个来源所以你不管你去盗用人家的东西啦，或者说去有一些仿冒的行为还有包括可能有一些不雅的影像，或包括一些所谓侵权的言论都可能会被追踪，而且会被诉诸这个法律这个相关的处罚这2天的论坛，因为今天针对的是内容的策略，昨天的数位创世纪还有包含论文发表，主要针对的是整个的影音产业的经营的趋势和策略。那今天第2天是针对内容的部分，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希望看到在新的一个元宇宙的想象的空间当中，在节目上面可以有哪一些制作的可能性，甚至在行销。那可是另外一块也看到的是可能碰到的风险，包含这个智慧财产权的维护，或者是在人权议题的一些彰显。那还有在美感上面可以产生哪一些新的火花。会议采线上线下模式进行，透过演讲 Q&A 来解说传播自由。为期2天的研讨会也针对元宇宙的创新、行销、儿少等各项议题探讨，丰富大众视野观点。记者温俊台北报道。为邀请全国民众来台南展开防疫健康旅游，市府今年特别规划有100体厝的水浴休闲体验，包括游运河、水库过船啊，以及冲海泳等主题，相当的精彩。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对5月29开始，就当做伙来享受。随着天气愈来愈热热，台南包括水库、运河等水域资源总是吸引大批游客。其中每一档预约报名总是秒杀水域休闲体验，已经卖入第12档。为了邀请全国民众来台南展开防疫健康旅游，市府特别伫虎头埤召开记者会，欢迎大家对5月29开始到10月16来到台南体验大自然的水，增强免疫力。请启动2022台南水游季体验活动，5月29号正式起航。一些水域活动里面，通常比较不容易造成群聚，因为你看，不管是操舟，不管是这个
这个做其他的活动都是在水域里面，基本上是人跟人是一定有社交距离的，所以说大家应该可以放心。那尤其时序要慢慢变热了那大家这个亲水活动，只要在安全的条件下，防疫工作做得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可以走出户外走这个参加水域活动应该是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水域活动还是要如常举办。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规划了好几个地方，包括虎头皮啦，包括这个运河旁边、运河新站这边，还有好几个地方，包括天鹅湖这些的，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2022这个水域活动，台南的水域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清水活动照地安全，确实防疫条件来到户外行行，总是比较较健康。观光路局表示，今年包括挑战运河10公里、黄金海花重影以及西市昆新的生态探索等100提出的体验相当丰富。相关资讯会当到台南旅游网来查询。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因应2025年，台湾将进入超高龄社会，老人有主动脉瓣膜狭窄症头人会愈来愈多，所以基于下中心特别推出上新的手术治疗方法，因为甲传统需要开心脏的手术比较起来，叫做安全减少风险。台湾伫咧2018年已经成为高龄社会，专家表示，伫咧2025年的时阵，台湾会成为超高龄的社会，嘛因此可能会出现经济主动脉瓣膜狭窄问题病例的产生。这个病伫咧早期是无症头的，随着愈来愈严重，会出现胸腔杂杂、喘袂过气，或者是头晕，甚至是雄的死亡的状况。这个病目前无特别药物会当治疗，干乃会当透过手术来改善。这个主动脉瓣狭窄呢，唯一治疗的方式就是这个手术的治疗效果才会好。那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手术，所以呢，在这个近期呢就有新的技术，就是这个经过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那这个技术呢，就是可以不用开胸手术，可以不用心脏停止，可以不用体外循环，只要从这个属膝部的动脉经过导管将这个新的瓣膜呢放到主动脉瓣的位置上，然后呢这个在心脏稍微暂停的状况之下把它打开，那这样子手术就完成了。所以病人呢基本上是几乎可以完全没有什么伤口，然后也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手术，所以手术后恢复会很快。那这个住院的时间缩短，那病人基本上也几乎没有痛感，就对病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基美下中心心脏血管科表示，这个病大部分发生在咧65岁以上的长辈。传统的手术方式必须要切开胸腔，透过传统的手术可能会产生较侪并发症，造成死亡率提悬。后来因为透过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手术 TAVI， 互经济的病人伫咧手术了，因为伤口较小，恢复时间较短，互病人会当更快速的来恢复正常生活。患者呢，我们会先经过事先的团队评估，所以包括病人的他的结构、他的这个病因、他的这个整个合不合适，团队的这个评估呢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一般来讲呢，是比如说高龄，或者呢是这个开刀的这个风险比较高的这个患者呢，是优先我们建议这是一个很好的首选。那关于其他比较低风险的这个患者呢，事实上如果团队评估之后，如果认为合适呢，也是一样是可以做这个健保的这个申请，或者是说大家来做这方面的这个讨论这样子。TAVI 伫咧过去无健保给付的时阵，病人家己需要负担100多万的医疗费用。2021年2月开始，健保开始给付，适用伫咧80岁以上的高龄病人，或者是曾经有接受过心脏手术的病人。针对高风险的病人，会当透过医疗团队协助申请健保的给付，互病人会当加一个新的选择，同时会当减少患者伫咧经济上的负担。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各位10岁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